这一次的话，我们餐饮业大部分的同行来说，大概都少掉了7成、8成，等于说现场来客数跟往常来比都只剩下2成。有的像我们台南市烹饪工会就有给我们很多这样的讯息在协助台南市所有的餐饮餐厅，然后来申请这个补助的活动。政府这一次补助的对象是以说要有做优惠活动才能够申请到补助。一开始对很多店家来讲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确实从这个方面来着手做一个努力之后，觉得对餐饮还是有帮助的。我是赤坎澎湃商圈的总干事。那市府也协助我们赤坎澎湃商圈来推动一个振兴的一个计划。我们把台南400年最老的文化串接起来。那地方的创生，那例如每年我们会固定举办的赤坎万神节、生活节、一灯节等市集活动。那在疫情的防疫期间呢，台南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也邀请大家乐活台南，享受不一样的文化生活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远见杂志5月底公布2022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台南市8大面向施政表现满意度达75.5%，6都中排名第1，其中经济与就业项目更是全国第1。在积极防疫期间，台南市也努力协助各行各业的复苏与振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有限，所以台湾的出口都很亮丽。但是对于服务业、餐饮业这些传统产业，事实上冲击是比较大的。以这次全远见杂志的民调来说，台南市的这个经济就业的部分的满意度有69.2%，这个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但是看了其他的部分包括这个安全、治安、卫生，我们的满意度都有70%到80%，这个都是6都第1。这个部分给市府团队的一个启示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我相信我们市府团队一定会为许多餐饮业者做最快、最速，而且最踏实到位的这个服务。希望说，这个是国家希望说能够带给餐饮业者纾困，尤其我们特别着重的是很多小事业者。这些小事业者，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开立发票，但是他们事实上是第一线直接受到这个餐饮疫情冲击海啸的第一波。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小型摊贩业者，我们会是作为第一个辅导的重点。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6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吴通良在市政总集选，将伊选区包括下营、六甲、麻豆、关田的建设需求，伊向市府来请命。其中下营民权利街拓宽，以及六甲吉汉运动场、甲沙滩排球场的整建，伊希望会当进行会勘评估。为了下营民权利街都市计划用地，议员吴通良以空拍表示，离街到健康路前100多米拢被树林阻挡，只剩一条机车道，甲人勉强会当行，所以呼吁市府变更拍通。对此，干务局表示，该路段征收工程费逾5000万，只要当地同意土地会当无偿提供，会当施作。对此，市长嘛答应安排会勘。下营像这啦，这就是健康路、探民权啊，民权啊，这就是即嘛这栋这都敢若剩一个学倒摆会徛去。市长，你对这个市长对咱下营的街都是算做真照顾了。像咱今年111年咱就变2条嘛，信义街啊、水道街过去咱捌开发文明街啦，我知包括伫迄个做咱的前的副市长，甲和平街啦，所以我咧讲，我们市长已经做这么多，我相信无差这条啦。这条目前我叫
就迄个公所吼，概算大概是包括土地征收，大概5000万左右啦。哦，迄个甲议员报告是，这个所在我来安排一个，我甲你去看一下。对，我带你去看，你会感觉足好笑的。哦，恁前啊，伊是树啊冻掉迄边遐，迄拢，差不多偌长塌起来，种差不多100多米吧。对了，民权离家拍通，另外马道南四在食厝寮的丰信道路，因为会车危险，议员嘛希望拓宽，同时进一步提青少年的运动休闲空间来清明，包括争取6甲区的几项运动场，以及列为112年专运会沙滩排球场，拢希望一并增建。咱起码未来这个体育方面哦，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体育局了。我相信这对未来大家拢是好的，对咱台南市的主题拢是好的，甚至于让我们台南市成为宜住宜家的地方，好不好？这局长，好，这当到结束哦。这看运动人口啦，那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可能区公所那边来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有那个需要的话，当然我们尽可能提供。这我已经有进行那种讲过啊啦，好不好？那我希望真能够有这种有幸能够把它做好啦。更加好，少年人有一个运动的空间。议员吴通龙表示，伊徛伫公部门甲民众沟通的桥梁，将所有地方的需求和总职船一摆提出，希望积极发展地方。台南新闻阮及林银光采访报道。日前伫东山顶山区所落的冰雹，造成连单里部分的连子、稻米等等的作物严重受损。议员张世贤伫个总职船积极替当地农民请命，要求认定天灾，并且为农业保险来弥补农民的损失。台南市北河东山顶山区9个月前，因为对流旺盛，除了大雨也落去冰架，对民众来讲真神奇。不过议员张世贤表示，造成连单里、嘉东里部分的树仔、莲子甲番麦等作物严重受损，农民极可怜天。强烈要求市府农局一定要列为天灾，加上协助农业保险来弥补损失。迄个玉米吼，迄个番麦啦吼。破木死啦吼，树死就对啦，啊，拢天然灾害咧补助，啊，这个片面吼，这部分啦吼，因为方面啦啦到堆，啊，当然吼，落来遐所在会损害啊，安尼是毋是属于天灾啦？我请问市长一下，是毋是天灾啦？天然灾害一部分是农业保险的，啊，若农业保险的，伊家己本身受害就应该赔，啊，若天然灾害，伊可能动，因为农业保险是农民家己来保费的嘛，农民纳1/4，啊，政府补75%。议员除了替辛苦农民请命，希望体贴当地农事超过80岁老农民以外，嘛针对岭南甲东源重要的连外道路大补桥已经严重钢筋外露，加上道路真矮，要求一并拓宽改善。对此，干部局长表示，该桥梁正伫细部计划阶段，预计9月招标，如果顺利，11月以后得当办理发包。台南新闻阮及林银光采访报道。针对点米公园的儿童邮局被人绑死过倒，造成伤害一案，议员就雷丁伫个总职船要求全市的公园要评估正式监视器，同时投保公共意外险。另外，受到疫情的冲击，台南市的纾困、防疫津贴以及弱势社会安全网，拢需要做全面的检讨。议员朱立丁伫总职船表示，点米公园因为藏死过倒，造成儿童耍邮局的时，竟然被挂上记回议案，除了积极破案关键的监视器，目前全市530座公园就145支明显不足，嘛进一步建请监务局替公园投保公共意外险来保障民众安全。想要申请一些国赔，那国赔的时间还要一段时间，还要劳力、苦力等等，还有牵涉到责任。对，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市府能投保一些投保公共的公园公共意外险，其实这样可以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也给我们民众一些小小的保障。第一部分加强安全设施，第二个，如果在里面发生这个意外的话，我们
思考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做，会比较对于在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会比较好。议员除了关心公园的公共安全，面对疫情的冲击，真侪民众失业的经济困境，竟然演变成头体社会案件，使人心酸。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加强社会安全网，同时检讨台南的纾困津贴定型计划，唔通看会到、食袂到。受疫情影响，很严重，也影响了一些的生意。其实大家都说，这比去年3级警戒还可怕，对很多行业都影响很大。然后希望我们的市府可以重视我们的纾困市长在这一方面像我们的市场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可以更多的补助呢？包括租用市有的财产譬如说他租市有的土地开个小咖啡店，但是因为最近这几个月这个收入不好，我们都有降租，预计我们降的租金减的税金大概将近1亿5千万左右，降30%，为期3个月，这样子我刚刚提到这样就已经1亿多了。那有没有办法再帮忙？像别的县市，你看都租金减收了50% 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再加码，okay. 但是我只是跟您说，我们要赶快，因为我们是降5、6、7嘛。这样我们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增加时间，第二个增加幅度但是增加时间跟增加幅度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思考。因为中南部疫情持续延烧，所以议员嘛关心台南市目前继续暂停实体上课，高中以下20号到24号议员维持线顶课程。市长强调尊重学校甲家长的意愿，如果家长无法度伫厝内照顾，也是当送去学校上课。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距离年底选战只剩5个月，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6月17号开始启动8庙计划，第一站来到台湾守庙天坛参拜。向玉皇上帝禀告参选的理念，并且承诺，若是当选，将会都是老人照顾福利，并且祈求疫情早一日退散。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6号启动百庙祈福，伫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敬旺、议员柯志春、议员参选人童晓云、蔡宗豪、高凯旋等人的陪同之下。第一站来到台湾守庙天坛，向玉皇上帝禀告伊参选市长的理念。同时，谢龙介伫接受访问时也指出，台南市是6都内底老人福利上歹的，未来若是伊当选，将会陆续照顾老人福利。身为市长的参选人，那我们是希望市政府要能够照顾到所有的黎民百姓。那我们最近呢做了一些研究，就是所有的议员不分党派，来2、3年来不断向黄市长提出了建言，就希望老人健保的补助要落实，因为6都里面只有台南市做不到，所有的5都编列的预算都是占预算的1.25%到1.88%。我们台南市只有0.14%，连人家的尾数都不到，所以这一点，我们所有议员共同提案、共同政见，也已经向全台南市的市民报告，只要我们当选，明年开始，长辈就不用再负担826元的健保费。那所有的年轻朋友，如果长辈是靠在你身上的健保费一样。也是获得同等的补助，减轻年轻朋友的负担。那我想，玉皇大帝他会理解我们一心要为台南市民打拼的心意。谢龙介百庙祈福，分别前往台湾守庙天坛、台湾府城隍庙、树顶武庙、大天后宫以及普济殿，并向所有市民禀告伊参选照顾市民的理念。也祈求疫情会当早日退散。谢龙介未来也会伫各区启动百庙祈福的行程，并会伫活动中听取民众的意见，作为未来政策制定的依据。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高雄有一位车商非常热爱摄影，伊用相机翕下世界各国的美丽风景。因为伊甲爸爸拢甲南马溪幼虫国小有特殊的情感，所以遵照老爸过身了后的遗愿，捐款予学校，佮将家己珍藏的摄影作品嘛做伙捐赠。右昌国小的致远宣礼展示于荣辉董事长督幅的摄影作品。20多年来，他透过敏锐的观察和取镜，拍下世界各国的山水风光，也有许多一瞬间捕捉的镜头和充满意境的画面。人生从胚胎开始，一直到青年时代，到这个中年最壮年的时代，你看他的这个让莲花这个表现说，它是一个非常亮丽、非常饱和。由于于董的父亲在日治时期就在右昌国小任教，自己也是校友，对于学校有深厚的情感。在父亲过世之后，遵照父亲的遗愿捐款给学校，自己也将珍藏的摄影作品一并捐赠，还协助学校改善展览空间。那我说好吧，我就请我的协力厂商把它赶快来看，看完就3天把这个所有的新的这个灯光设备就把它修改，把它重新布建新的灯光。透过摄影，于董体会到要拍出一张好照片需要耐心和等待，也乐于和别人分享，因此回到母校，希望能够启发小朋友对摄影的兴趣，懂得这个美学，在照相的美学，那又不是拿起相机来随便照一照，你要如何让他去构图，懂得构图，懂得去如何去，好的照片去跟家人或者跟他的朋友或他的同学分享。在之后的安排就是艺术的部分，还有就是社会科，还有就是认识台湾的这部分，会再做一个教育的加强。要拍出一张好照片，需要长期的摄影经验累积，观赏者也能够从照片中遨游世界。于董承袭父亲爱校的精神，将珍藏的摄影作品捐给学校，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讲到港式料理，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蒸饺、烧腊，或者是牛腩饭呢？有一间港式的浓汤泡饭，是由一对翁仔某经营。所推出的料理，就是要让台湾人吃到更较多无同款的港式美食。老板夫妻因为热爱高雄，在几年前毫不犹豫选择从香港移民过来。而老板过去就曾在香港知名的餐厅工作过，来到台湾后也是开了一间港式料理店，但卖的却是高雄较少人知道的港式汤泡饭。为什么我们会做泡饭？就是别人一想到港式料理啊，做点心啊，烧腊啊，干炒牛河啊，然后我们是觉得其实港式的美食很多，我们这个泡饭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泡饭就是我老公在一间比较高级的粤菜餐厅里面的其中一个菜色，想要把这个平民化。汤泡饭的重点当然是汤头，浓郁的汤汁淋在白饭上，从色泽就能看出里面满满的都是原料精华。舀起一勺喝下去，鲜味就在口中绽放，让人忍不住发出感叹。店里2种泡饭，虾汤与鸡汤，一点一滴都是时间与经验熬成的好味道。因为我们那个虾汤是每一天都每一天熬出来的，整锅都是用虾子熬出来的，所以那个虾味很浓。鸡汤的是我们整锅都是用鸡熬5个小时，然后还有其他很复杂的那个工序，然后最后熬成白白的。我们那个白白是没有加牛奶啊，没有加别的东西，我们汤都是天然熬煮的。除了浓汤汤泡饭，老板娘还特别推荐虾酱炸鸡翅以及椒盐鸡软骨。据她所说，这可是外面吃不到的好滋味。我们鸡翅的那个味道是用香港的虾酱来腌，那个虾酱很香，
然后我们那个鸡翅咬下去很多肉汁。另外一个是椒盐鸡软骨，那个鸡软骨的那个调味粉是我们自己调的，外面买不到的。那个是我老公用很多种的调味粉混在一起，然后有那个炸的蒜头酥，所以那个就脆脆的，那个很香。文化要多元，料理当然也是。老板夫妻用好手艺，让更多人知道，香港不是只有饮茶与烧腊，还有更多隐藏美食可以发掘。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高雄有一条皮蚵街，就位伫三明区的大连街。这蚵仔店转型的时期高达60间，虽然现主时渐渐没落，只剩无够20间。不过，专业的收蚵仔老师傅，嘛成为这上界重要的资产。老高雄人拢知影，若是要买蚵仔、修理蚵仔，就爱来这条皮蚵街。拖鞋、凉鞋、运动鞋，什么都有。在高雄市大连街上，想要什么鞋几乎都买得到，因为这里是有着40-50年历史的皮鞋街。早期这里制鞋工厂林立，后来工厂迁移到北部，这里就演变成为皮鞋街。巅峰时期甚至高达50-60间的鞋店同时开在这里。邻居街坊觉得说，今天鞋子如果做好的话，我想来这一边就看一下可不可以买所以后来才形成一个聚落，变成了前面是店。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一边腹地其实没有很大，所以渐渐的工厂就往北移，往腹地大的地方去。这边就单纯以代理代销的模式，就形成了一个聚落。老高雄人都知道，买鞋修鞋来这里就对了。即便因为种种因素，这里的鞋店只剩下不到20间，但是在地的修鞋老师傅技术可不是开玩笑，上胶年底一步步相当熟练。可以说是给予旧鞋新生命的修鞋达人。这些修鞋师傅的话，以前也都是门市的店员那当然鞋子接触久了，对于鞋子的结构也比较了解，所以鞋子有小问题的话，对他们来说要修理都很简单所以如果譬如说鞋子开口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毛病，找他们的话，他们大概都可以帮你修理到好，甚至会比之前还来得耐用。经营第2代熟知皮鞋街历史的理事长杨清吉也说，这里几乎什么厂牌的鞋子都有，而在价格的部分又比百货公司的专柜低很多，平均一双在2000元上下，甚至常常有特价促销的活动。其实目前大概各店都会有推出自己的活动，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手边如果还有剩下的5倍券，那可以趁到4月底之前拿来我们这一边。然后去各店家看看他们的优惠活动。那其实我们平常的售价就比外面来的便宜。5倍券快到期了，不知道要到哪里花吗？不妨来到大连街逛一逛，为自己换双新鞋吧。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